捲入台灣網紅謝有心命案嘅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，涉毒案情出現戲劇性嘅發展。根據馬來西亞媒體報道，黃明志嘅代表律師鄭清峰喺12月18日開庭時指出，檢方收到嘅最新正式驗尿報告顯示，黃明志對毒品反應呈陰性。呢個結果同案發初期傳出佢對4種毒品呈陽性反應有好大差別。因為感染 A 型流感，黃明志未能親自到庭。佢嘅律師喺庭上表示，呢份陰性報告係案件嘅核心關鍵，證明當事人體內冇毒品殘留，所以原本嘅吸毒控罪將無法成立。佢相信檢方會撤銷呢項罪名。法官已批准將案件延至12月22日再審。黃明志10月喺謝有心命案現場被搜出不明藥物，初步尿檢據稱對安非他命、冰毒、K 他命同埋大麻呈陽性反應。目前佢仍然全面停工，口頭保釋期延長到2026年1月11日。對於驗尿報告逆轉，命案死者謝有心嘅朋友謝薇安公開表示難以接受。得知消息後，黃明志喺 Facebook 上更新動態，表達自己嘅心情。